娛樂圈定時定候都有啲裸照流出噶，今次個主角係邊個？我梗係唔講住啦，放啲相出嚟俾各位嘅明眼人睇一睇先啦。其實要客觀地辨別呢一個人係邊個，真係有啲難度噶。你知啦，而家啲人又興隆胸又興整容啊，不過聰明嘅我總會諗到啲辦法去認一認嘅。你望下呢一個紋身，係咪同阿張暖娜嘅紋身好似呢？喺呢個時候想知道真相，第一步就係要打俾當事人。估唔到佢咁坦白，一問佢就認佢4年前影過一輯全裸嘅藝術照噃。似乎今年大家對藝術呢兩個字落咗一個新嘅定義啊！佢就話嗰一批藝術想淨係得佢啦，攝影師同埋前公司有嘅啫。跟住張暖娜就話唔使證據啦，我100分100覺得係我前經理人做啊！喺呢一個時候爆出嘅，除咗有張暖娜呢一批藝術相之外，仲有另一單嘢爆，就係話佢已經秘密下嫁咗俾一路向西嘅導演胡耀輝啦。雖然阿 Angelina 就話唔好問，佢係我男友，拍咗年幾拖，佢對我好好。但係佢嘅前公司嘅發言人就同佢唱反調噃，向我哋爆料話入境處投訴 Angelina 嘅婚姻狀況有變，但係冇申報啊。跟手我哋就問埋胡耀輝，點知佢就借飛輪話我要登機唔講住啦，翻香港先答你。呢一個答案真係俾到我無限嘅想象空間啊！不過比起要知道張暖娜究竟結咗婚未，我反而更加有興趣知點解佢轉極姿勢個胸部都唔會俾地心吸力吸落去嘅呢？